退休練馬師簡炳墀喺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中賄選，罪名成立，判監3個月2星期，裁判官准佢保釋，等候上訴。梁家傑報導。簡炳墀獲准20萬蚊現金保釋，等候上訴。佢由個仔簡永輝陪同離開粉嶺裁判法院，全程保持沉默，冇回應提問。簡炳墀由上個月18號被判賄選罪成之後，一直扣押喺荔枝角收押所，仲喺收押所度度過佢74歲嘅生日。裁判官判刑嘅時候話，選舉係社會發展嘅重要基石，必須要確保公平公正，判監5個月係適合嘅刑期。考慮到簡炳墀年紀老邁，重犯嘅機會唔大，而且對社會有貢獻，判佢監禁3個月2個禮拜。辯方律師求情嘅時候話，簡炳墀唔單止對新界，對整個社會都有貢獻，多年嚟建校籌款賑災都不遺餘力。今次賄選係一時愚蠢，已經失去咗聲譽，希望輕判。又呈上鄉議局主席劉皇發、前港區人大代表李鵬飛同埋歌星譚詠麟等等知名人士嘅求情信。簡炳墀年初參選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，2月嘅時候，佢將13萬現金放喺村代表廖富壽嘅士多入面，誘使對方投票俾佢。簡炳墀最終都係落敗，選唔到鄉委會主席。亞寬頻電視記者梁家傑報道。